繼續來看總統賴清德到台中參加無人機聯名大會師。總統講，希望台灣將做無人機發展的亞洲中心，同時達成着強化國防甲產業升級兩大目標。總統賴清德真少聽無人機廠商紹介，了解每一種機型特色。隨無人機的產業是哪來哪受到關注。總統賴清德即感嘛特別遊覽到台中，參加海掛雙擊聯名活動，和產業代表共同宣示打造全球無人機戰略版圖。它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產業，它更是一種經濟、國力、國家安全、防衛韌性的具體表徵。過去我們是單兵作戰，這個容易分散力量，我們集合起來。賴總統強調，推動無人機是國家的重大政策。台灣唔但要爭取到全球商機，更加要建構國家隊。目標是佇咧6年內投入442億，將台灣打造成全球無人機發展的亞洲中心。